港澳嘅各位董事長啊，10萬蚊你有冇啊？你如果有10萬蚊，就可以攞低最近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橋口岸嘅呢一個珠海主城區嘅4房南北通透嘅單位啊，而且仲係現樓啊，北向嘅露台望住一線嘅山景水庫景，南向嘅陽台咧仲望住澳門一線城市景觀以及濠江東景啊，夜晚仲可以睇到一線澳門繁華夜景，非常之 OK， 而且仲係現樓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兩大華發商都啊，4個房間可以滿足你一家3代同時喺呢度同時居住，而且樓下 B 商業街都係全部開晒啦，非常方便啊！返到休息區感受一下啦。另外一個房間貫穿呢個主陽台啊，非常之 OK 啊，真係住喺呢度啊！除咗景觀嘅情況下咧，交通非常方便啦，購物都非常方便啦，而且仲係現樓喎，仲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啦、車位啊，同埋兩地牌都係有嘅，唔怪得越嚟越多嘅港澳人士入住咗呢個小區啊！10萬蚊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個主城區嘅睇住景觀嘅現樓單位。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16，我係小馬 follow me 帶你揾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